水星逆行又嚟啦，今次嘅影響可能比你想象中更大，因為今次嘅水逆發生響巨蟹座，所以受影響嘅唔單止係你部電話或者電腦，而係你嘅情緒、內心世界。今次有3個重點你要留意。第一，我會形容今次係一場情緒逆行。巨蟹座本身掌管情緒、安全感同埋回憶，你可能會感受到嘅就係情緒比平時更加敏感，可能普通一句說話、一件事，平時都冇嘢嘅，依家又特別在意，而且好容易情緒上上落落。其實水逆要話俾你聽，有啲情緒可能你一直都未消化。第二個重點，水星逆行，大家所熟悉嘅情況仍然都係會發生，例如溝通誤會、電子產品故障、資料出錯、行程延誤等等。所以一啲重要嘅文件記得要做 backup， 發信息之前記得再確認多一次，唔好 send 錯嘢。呢段時間呢，慢少少反而呢會更加順利。第3個重點，舊人舊事會再次出現，你可能會重遇某一個前任，原本已經斷聯嘅人突然間又再次聯絡你，又或者某一段回憶突然間被勾起。有時候個天安排2個人再次遇見，係因為有啲事情當年未真正完成，可能係一個誤會，可能係一句一直冇講出口嘅說話。所以今次當你遇到呢一啲人同埋事，不妨問下自己，我仲有啲乜嘢未放低？我真正想同佢講嘅又係啲乜嘢呢？今次最需要留意呢個課題嘅星座有巨蟹、天蠍同埋雙魚，而受到水逆影響比較明顯嘅呢，就係白羊、山羊、天秤同埋巨蟹座自己啦。想知道今次水逆會持續到幾時，同埋你自己嘅星座會受到咩影響呢？我整理咗放喺下邊 caption， 記得去睇同埋收藏啦。